宜安路困户摕到去年111年12月14日，经济部工业局的公文指出，针对定义企业有限公司再利用产品的使用情形，也就是控制性低强度灰点的材料，简称 CLSM。因为政府只规定该产品会用用作广告的灰点，甲公共工程、道路的路基等。不过内面却发现，恩富资本太阳能北门区的按条不当来使用。议员表示，恩富是云豹能源的旗下，因此要求市府要来严办。云豹小公主赖品妤，她对着媒体说，如果云豹有做违法的事情，欢迎你们来告。那我今天就提出，他云豹违法的事证，这个公文是那个经济部工业局给台南市政府的。他太阳能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了，可是他所回填的是炉渣，这部分是政府给中央政府给台南市政府的文件啊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来打那个赖品妤的脸？我公开的指出啊，那希望我们检调单位要彻底去调查一下。议员表示，该文对去年中询问给市府环保局，不过经过半年外，却一直无看到市府的处理，因此议员嘛希望检调会用介入调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